即係 neutral。咁呢個本身都要，我覺得係需要做幾步下嘅。我就唔相信佢會咧一步會到位嘅，因為對市場嗰個震盪可能太大。但係嗰個信息係好強嘅，即係話咧，而家好多市民或者投資嘅時候咧，佢個假設咧就低息、極度低息係維持相當長時間嘅。但當你嗰個一個中央銀行，無論歐洲又好、美國好咧，開始行第一步嘅時候咧，個信號就明顯就話咧，呢個極低息嘅環境咧，可能已經係開始終結㗎啦。而家去一個比較利息比較正常嘅一個時代，咁啊同佢預期係長期係低息咧係有落差嘅。咁呢個我懷疑咧，除咗個利息增加個信貸成本本身之外咧，對個心理同預期咧都影響好大。咁對於嗰個市場啊同埋投資者嘅行為咧都有相當大嘅影響。最後個問題就其實咧，我哋人民幣嗰個存款增加啦，但其實人民幣存款增加唔係一定係香港市民將人民幣轉即係港幣轉人民幣嘅，佢可能係將美元外幣存款轉人民幣，亦更加可能遲啲當香港嘅離岸業務發展成熟啲嘅時候咧，好多海外嘅企業、海外企業同中國有貿易、有投資，而發覺喺香港係做行開戶口同埋進行一啲金融服務比較方便咧，佢啲存款可能擺嚟香港㗎。咁呢個變咗就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本